無論邊個洗牌都冇問題，多亂都可以提前知結果，就係咁神奇。你能夠知道第一把開咩嘛？莊、閒、和只有3種結果，估中嘅概率係30%左右，但我可以做到100%。呢局係開閒，大家睇下我係咪吹水？閒補牌2點，莊補牌0點，閒贏講中咗。好，我哋再嚟，仲係閒贏。閒9點，冇錯吧，又中咗。再嚟係開莊。閒補牌0點，莊7點又講中咗，冇錯，莊贏。再嚟係閒贏。閒8點直接贏咗，全部講中。